寒假结束，高中小学正式开学。今仔日一透早，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甲教育局长陈新辉、立委陈廷辉前往9分仔高中小学，共同迎接学生上课。同时也将对学校防疫管制措施以及防疫物资准备来视察。今天特别来到9份子国中小来做视察。那刚刚也特别看到了学校已经把一些防疫的物资，包括口罩、酒精、快筛洗手乳等等这些需要备用的这些防疫物资，都准备得非常的齐全。副市长叶铁山顶人也到班级甲学生互动，宣导防疫相关知识。随后也甲学生正确的洗手方式，宣导爱好好洗手，避免病毒入侵。我想透过市府、学校还有家长大家共同的来防疫，那我相信我们的整个防疫工作会做得非常的好。台南市长黄伟体也另外用现主持上行的 ChatGPT 软体，写一篇开学文章伫伊的脸书。文中向市民朋友讲高早之外，也祝福学生伫新的学期会当一切顺利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